干什么啊？你换洗衣服带了吗？带了。那个生活用品带了吗？带了。好吃的呢？带了。卫生巾带了吗？卫生巾？这位小姐，麻烦您稍微把自己当一下女人，也把我当一下男人，好不好？不，我就是挺想念他的。我又不知道做女生是否应该自由点。儿臣此番西南之行山高路远，这次是特意来向母后告别的。儿臣此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必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望父皇母后不要担心。我听说你舅父前不久送你一位女子，不如这次把这位女子一同带上服侍你吧。轻柔虽聪明伶俐，鬼点子多，但温柔小意、尽心尽力的服侍，却不是。保重，儿臣告退。去吧。别起争点。王爷来了。你回来啦？皇上、皇后娘娘身体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母后给我准备了一些配好的药，还嘱咐了一些话。你们收拾的如何？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特权阶级就是好啊，什么事儿都有人帮你准备，哪像我们呀，事事都得亲力亲为。轻柔，我今日入宫，母后说什么？说让你在路上好好照顾我，还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她带的？母后乃一国之母，哪会缺什么东西？就算是缺，下面也会有无数人帮着想办法。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就是好心嘛，不刻薄能死啊！真是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们收拾东西了。明天还要早起呢，我们可不像某人，事事都有人伺候。赶紧走吧你。早些休息。尊上，双儿还是觉得谢延琪此行应该跟随于他，大不了扮成丫鬟婆子之类的。你们都走了，就剩双儿一个人，双儿也成不了什么事啊，您说是吧？你放心，我早已安排好了。今天皇后叫三王爷入宫，就是安排带你一起走的事。随后就有人来通知你了。连皇后身边都有尊上的人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只要记得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双儿知道，自从那一日你在凤凰楼救了我，还帮我当上了花魁，双儿就知道，双儿心中也是有尊上的。你想多了，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双儿不会忘记尊上的恩德，双儿此生都只是尊上的人。
你怎么出来了？都不是外人，别这么送来送去的。殷晴柔，王爷没跟你说吧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西南了。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而且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。就你，我就呵呵了。别人不照顾你都烧高香了，你还照顾别人？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，关键是这是王爷的意思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启程吧。男人的话，果然跟母猪上树的传言一样不可信。哼！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。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？斗地主。好。殷姑娘，斗地主为何物？双生又为何物？这斗地主呢，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，就是3个人玩的游戏。其中有一家呢是地主，另外2家合力击垮地主。出牌呢可以出1张，也可以出2张。3张一样的呢可以带1张或者2张。然后那个4张一样的呢就是炸弹。2张王牌呢是最大的牌了，是最大的炸弹。哎，阿果、双儿，你们不用听吗？一会儿别被赢得哭鼻子。这个，晴柔之前教过我。我虽然不怎么会玩哈，但是稍微了解一点儿。我跟晴柔家离得比较近，会玩一点。我们都玩得不好啦。对，我们玩的都不好。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为何会如此打扮？成何体统？独孤远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多年都白活了，这剧组也白混了，玩斗地主输给了一个古代人。哎，王爷，看你也挺闲的，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吧，可好玩了。当真如此有趣？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。像王爷这种人，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？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。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，忠于心的人。你说王爷他会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依我看，你是怕输给本王吧？切，激将法，呵呵。行，我就是怕输给你，怎么着，打我啊？我还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呢。你，禽柔。好了好了，算你一个，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，要愿赌服输的。什么叫算我一个？本王还不稀罕呢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真小气。哎，王爷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跟我们这是什么气呀？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。也罢，赢了他们，看他们还叫嚣。走，炸弹！玩了，真没意思。哎呀，舅舅，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好让我早些出来迎接呀。不必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舅舅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好想了一下，如果现在动手，是不是太过明显了？王爷不必多虑，我们当然不会在他刚出京城的那个时候动手，我们是等他路程过半的时候再找机会。
况且我这次安排的人，声音相貌都更似滇藏人士，以便于被我们嫁祸。舅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。王爷，切勿优柔寡断，做大事者当断则断，否则必受其乱呐。那就依舅舅所言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爷，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王爷要少花心思在女人身上，红颜祸水啊！是，舅舅教训的是，本王知道了。管得够宽的。哎，今天趁着人多，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。好。大胆！你二人怎可如此轻率？杀人乃触犯国法，怎可以游戏称之啊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不是真的杀人，而是那种审案型的游戏啊。那也不可。究竟是何游戏？名称如此凶险，真无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每个人都讲一个鬼故事，趁着这夜色，多刺激啊！好，我先来，这个最在行。让我给你们想一个灵异一点的智力型的问题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就你事儿多，听着。在一个县城里呢，母女3人相依为命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母亲突然离世了。在亲戚的帮忙下呢，他们办了丧礼。可是呢，在丧礼上，妹妹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哥，并且对这个表哥可谓是一见倾心啊！一见倾心？晴柔，你搞清楚好不啦？这可是恐怖故事，不是你看的那些言情小说。就你事儿多，真是的。听着，可是葬礼还没结束，表哥呢就不见了踪影。表妹就找啊找，总是找不着。她呢日思夜想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消瘦了许多呢。突然，你要吓死我呀！突然呢，妹妹有一天拿着一把刀，一刀，把姐姐亲手杀死。请问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？切，这个故事确实曲折离奇，匪夷所思啊！阿广你先说。我觉得这个妹妹不是个疯子，就是个变态。No， 冰块莲，你说。依我看，这个妹妹应该是认为表哥喜欢姐姐，所以心生妒忌，才下此毒手。也不对。独孤元，那你觉得呢？阿广和三王爷说的都不对吗？都不对。在独孤看来，这位姑娘一定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不用头脑之人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想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莫非是那位妹妹一直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哥，而苦无对策？她只知道上次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见到他，所以她误以为再办一次葬礼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表哥了。我本以为从网上看到的这个测试犯罪的题目，他们这些古代人肯定猜不出来。可是独孤元竟回答得如此清晰，轻轻松松的。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真猜不透的。那么，晴柔，独孤公子说的对不对啊？是对的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么腹黑的答案你都能想得出来？
这算什么破故事？如此阴暗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罢了，这故事实在过于阴暗。本王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哎呦，尹晴柔，你这么做暴露年龄，知道吗？你干嘛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？都快吓死人了！昨晚那道题，本王并非答不出，只是本王精神欠佳，无暇思考。你可以多出几道题，本王一定答得出。原来是这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别逞强了。难道你以为本王的聪明才智不如那独孤吗？有些问题呢，不是答上来才叫好。世间岂有此种道理？快出题吧。哟，我们三王爷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没有。你脸都红了，还说没有？你若是不肯出题，就算了。哎，爹娘，嫣然给您二老奉茶来了。哦，好。尹将军好，尹夫人好。好。尹将军请喝茶。好。尹夫人请喝茶。好。嫣然呐，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我这准媳妇儿。好，真是个好姑娘，跟我这傻儿子配呀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娘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么折孩儿的面啊！我呀，一看到嫣然，心里喜欢着呢。谢谢尹夫人。这个晴柔啊，跟着三王爷去了西南，都这么久了，我这个做义母的心里头啊，牵挂呀。浩儿，哎，最近有他们的消息吗？娘，近日孩儿没收到王爷和晴柔的消息，但是有独孤元和李章在，您就放心吧。是啊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这驿站呐，过几天会有消息的，啊！我这心里面呢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娘，您就不要过多担忧了。您要是觉得烦呐，就让嫣然陪您出去走走。是啊，尹夫人，要不嫣然陪您出去走走吧？最近天气不错，正是出游的好时机呢。好，我们走吧。站住！
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宝宝，哎呀，你开始。